大家好，我係亞博嘅 Annette， 多謝 Yahoo 品牌大獎頒發最佳盛事場地俾我哋。為咗爭取更多盛事嚟香港，我同我哋嘅團隊好積極去到世界各地，同外地主辦單位見面，好積極咁推介香港嘅優勢。所以除咗傳統嘅會議、展覽同埋演唱會之外，我哋亦都成功為香港引入咗好多新穎嘅活動，包括世界賽嘅電競比賽啦、HYROX 運動比賽，仲有更多結合演唱會同埋展覽會議嘅 Con Festival 等等。另外，下個月嘅馬術盛典，我哋就會將場館變為一個5星級嘅競技場地，仲有好得意嘅99障礙賽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。我哋希望所有盛事為香港帶嚟更多旅客。我同我嘅團隊會繼續努力，為香港引入更多元化嘅盛事。多謝大家。